给或许在那儿做个资源，能在美国、在台湾做后盾，使得这一条的道路能够继续的来推动。所以，或许仅在这里代表所有在美国的道亲，感谢各位前贤，也希望各位前贤能再接再厉的共同以心合力，一起来支持，一起来迈下美国这个康庄的普渡之路。先佛来灵堂，在花一烛。老师说，到一年到美国了，所有诸天仙佛、观世菩萨都来到这儿，在哪方住到了。所以大家放手的去做，所有仙佛跟老师都会默默的在旁边拥护你们。我现在听到这个，心里很高兴，很高兴，也希望这股力传染给在台湾的我们在座。如果 schedule 上在时间上安排得宜，个人做得到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参与在那边的帮办的，那么请自己能够主动的跟护理师这边来协调，因为我们那边确实需要人才。因为目前看着医书组他们在那边是1000万、2000万、3000万的在投入，给同事们一次来3、4个，人才一次来10几个。那么今天他们也在办，他们办的越来越宏展。这一次他们已经办到夏威夷去了，一次办到来求道的都有20、30位，中国人也有，当地人也有。所以可见道路是真的来到美国了，现在集中在那边，在度所有的精英，上天的言旨。所以我们也不落人后。为什么或许在这里现在这么讲这一句呢？因为记得当或许躺在新楼医院的时候，或许护理师问或许，护理师问或许，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因为那个时候不停的他们在帮或许准备后事。准备要穿的衣服了，要回去要去准备这些东西。或许报告护理师说，那美国的道路怎么办？护理师回来叩求老母慈悲，跟老母许愿，如果或许的身体又再不好起来，美国的道路要来开放，我们要开放到哪里去？所以感谢天恩，是的，感谢护理师的慈悲叩求，以及所有各位典藏师、所有前贤大德们的慈悲叩求。那么，希望即将的未来道路是更宏展，或许为尽自己最大的心力，我能做做到不能做，把这个劳动的工具用到最后不能用，才作罢，做到死而后己。曾经的或许在离开要去开放的以前，
那个时候的新开全去，一方面来是因为清国的时候有两院做开发，虽然在台南开放的台南道路，那只是一小小点的成绩，实在不足以可以谈的，实在没什么。或许想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台湾，到或许有家变，然后呢，后来呢，妈妈过世了，那么爸爸跟妈妈跟或许说，还有很多人没求到，在我离开人间的以前，你妈妈过世了，在我离开人间的以前，你想要做什么吗？你是不是要再接近度人啊？我说我会的。那他说你去年去了美国观察那边情形如何啊？能不能去办啊？或是在1989年到美国去观察那边的道路，是不是哪个地方比较适合，或是你的身体状况到那边去定居下来？那么或者跟爸爸做了报告，爸爸说，我说那你身体还不行，妈妈不在，我要陪你。我说你走，我不需要你陪。很多人是在等着要上天的这个道，你赶快去，不要担心我。那么或者就想，父亲既然这么说了，所以拿起一张纸，就开始写立表，立了一张表。那么去开荒，很认真的开荒，做到12或几个表的，只有爸爸知道。那么爸爸在佛堂，或许请人给了老母跟，那么跟老母上大法下，然后练了表文，表示自己的忠心，自己的诚心出来。流露表白以后呢，那么爸爸为见证人，给周天仙佛也同做见证人。那么所以在辞训以后就开始了。那么到今天，高亲们现在转过头来知道大道正开普渡，高亲们很感这个天恩，因为祸水的病是他们成长的，因为祸水的病他们看在眼里，因为祸水的病他们看这个比他亲的人，他们认识的在周围的已经死过超过20人了，他们认识的。然后或许的一个社会工作人员说，从1996年到现在，他接过手已经5000人。那或许的医生也不可思议，为什么有这股力量？或许就说来到这边，这个病就是为了度你，你来不能求道。那医生来求道了，或许没有做任何的那个chemotherapy跟radiation，没有做化学治疗跟雷射的治疗都没有。那么今天还在这里，这个就是天恩好汉的见证。或许无才无德，那么这一股力量是来自于秉承前人护理师及各位人士们的精神，这样延续下来的。因为前人的脚步，或许看在眼里，前人的艰辛、披星戴月的精神，感召着或许。我们很荣幸，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前人，他老人家很少说很多话，但是他用他的行动，用他的精神领导着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有多相信，多深入。护理师
他的精神更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大家能够同表于心的。他的圆融，他的不畏一切，他的困苦，他的无奈，一心一意，在了解道以后一直办道，一直办道，一直如此道路，一直沿有一切。那么到今天，虽然在事业上的经营有起有落，这不管是修道人不修道人，大家都会的，这也是他的一场生命中的考验，他也被拖到了，不是他的意愿，但是呢，这都是一个考验，我们以个人为万国的考验。典范师们也都这么辛苦，那么这些能有今天铭记的这股力量，那么或许跟着大家学习，或许看到每一个烧发出来的这些光更热，他带动了或许让或许知道道真理真天命真，因为以前听典范师们听讲师们在说，或许只是感受到它是真的，但是怎么真不知道，今天知道，其实真就从我们的老先人前人不理事各位典范师身上这样演绎出来的，所以不外乎老师领导的时候一来的交代，跟好前人的脚步，跟好典范师的脚步，跟好印报师的脚步，这一条经线跟好，那么这个就是过学力量的来源。也肯定的这一点，过学知道道的宣传是从内以心立心，这个不是外来的东西。我们今天是一体的，怎么说我们今天是一体的？从哪一点去做见证，或许有一个深深的感受，也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或许的身上。他说我不知道时间到几点。有一次我也病得很厉害，止痛药没有办法麻痹，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痛，站着我都不是，从房间抬到客厅来了，道亲们来围在那里，道亲们哭到们就不叫会哭，一直掉眼泪，一直哭一直哭，不知道怎么办，要再打119，我说不想到医院了，因为上次去医院打了麻也是没有用，后来求了老母才不痛。那么这一次不去医院了，要不然打193分钟他们91、3分钟他们就来了。结果呢，我也告诉道亲们，走下，把心静下来。把精神集中到在第一宝，用第二宝来运转。我们大家心都收回来，我们就是一个的，我就是你们，这样就能帮或许减轻痛苦，试看看。结果大家没有办法，就这样也照着做了，大家都收心回来。用的第一宝跟第二宝就这样很近，他们说或许差不多到3-5分钟的时间，或许睡着了，不痛了，而且睡到早上3-4点，睡得像个婴儿，没有再醒过来，
直睡到早上。他们看到这个天恩师的宝贵，他们看到大道的尊贵点，他们看到大道不可思议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同学，各位天选大的，这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有一次在精神室打了3次麻醉了，3次打下去量最都是多的，量一下不能打太多人会昏过去受不了，心脏会受不了，所以有一定的剂可打而已，打3次没有用，不能自动，没办法。那时候我心里很痛苦，很难过，心里想着，一直叫着老母，叫着老母。为什么人生是这么般的痛苦啊？那个时候一个人眼睛看过去，看到有人又推急诊进来，一个老人家哭得很，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哀，一直哭泣，一直叫痛。我只看到有自己的苦，体会到众生的苦，但是眼泪就掉下来了。或许立了一个愿，在未来成就菩提，我愿所有患病的人、生病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的病都能得以解除。所以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成道。我觉得把这个愿力告诉在旁边照顾或许跟那个阿丽莎，因为美国的大亲，他一直哭，他哭着求上帝慈悲，让我不要痛苦，不要死掉。他说他们大家需要我。我只为了安慰他，就一直跟他开始道义，就跟他一直开始道义，一直讲到或许竟然忘记了，或许忘记了痛苦，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忘记了痛苦。当时他笑着告诉或许：“哎，你已经不痛了耶。”或者说：“哎，对啊，忘记痛了耶。”就这样，忘记痛了。所以我们身体会有病，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病。当我们回到跟老牧师一体的时候，回归本来的时候，哪里来的病？本来是空空的，哪有病？哪来的病啊？没有病嘿。不知道在座各位先贤能不能体会或许这一句话，但这是真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病，真正的我们是没有病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也告诉这位道亲，这是为什么上天传给我们医宝，上天给我们无私给我们一指点这个没有字的真经，这个长而不变的这一条路，回家的这一条路。为什么上天慈悲？他这样我们还不够，再给我们无字的真言。
让我们利用它来跟上帝更接近。又唯恐我们实在顿的实在可以了，实在不行，又让我们丢了地上跑。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诚心的时候，就一直是扣球劳了。我在美国刚起的街坊，只要是出去要去渡人，事先一定跟老母叩首，请老母慈悲。在渡人的时候，就一直求救老师帮忙。那么记得有一次，一直在渡学校的一个密斯拉的母亲，那他呢是渡了好几次都不去求道。那有一次先我把5点师请或许过去在华语组，那么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老师就问，或许就问老师慈悲，为什么我渡密斯那个附近都渡不来啊？老师说，这个小徒儿，你一心就叫着要求道，还是叫老师？老师就在你旁边吗？他说，你知道吗？老师为了你们这些小徒儿，在天上在到处都要跟南海国所有的仙火还要讨交钱，你们人情也要回去做。初一十五现下的水果，带一些随着饭手就过去送给他，学习节节善缘啊，不要一起就求道。后来或许也懂了，开始就用这么一招，每天空中都有水果，只要是渡人，不管是不是初一十五，都一定带了水果。那么跟他说，这是拜仙佛的，是吃平安的，这是有加持的，这个吃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好，对我们身体很好，对我们的心会更清净。那个密斯那个户籍终于被渡来了。在美国这么大，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一开了4个小时找不到自己要找的地点，开了好远，原来开错方向，一时紧张了一下，然后就告诉自己红花心定心，不要紧张，因为还没有离开这个地球，所以你就安心。所以再问人家，就再开回来。走错了没有关系，走回来，我们在修道的旅程，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业力，我们会犯到过错，在所难免。我们犯到了没什么了不起，既然犯了，你怎么办？就是再走回头，做错了就是赶快回头。我记得听过上天不杀回头子这句话，我听过，我记起来。我做错事，我忏悔，我知道我错了，我改过。以前自己个性也很不好，常常比较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也比较不可一世那种个性。在经过这一场病的磨练，很多习性呢也因此被化了，那么也因此练就了艰苦卓绝的精神。所以当逆境现前，未必见得是不好，好好坏坏，坏坏好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切都很好。那么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那是我们成就无上菩提的真善日，我们也好好把握，把
心里起一个动念不对，马上恭敬老师时间，当下就跟老母忏悔掉，跟老师忏悔掉，回去呢回到佛堂再去忏悔。好久都没有机会入我们大团体的忏悔班，1年1度的年终忏悔，那个是非常宝贵的。全然无理事给儿子们慈悲，让我们有机会入这个班。如果我们没有珍惜，我们是太不看重自己了。我们可能就是只有知道道的尊贵，但是没有把道的尊贵在自己身上，在个人上生活出来，或者就不会修的有点贵，就不会有这么珍贵的班来把它放松掉，想到哪里做事比较重要。我也想入这个班，我没有在座各位这么幸福，能够入这个班。所以在座的各位先生，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没有哪里更好。每一个单位都一样，都是有问题点、症结点。只要是人，是一个团体，都会有相同的问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前人叫霍协，能不能要去接线？霍协跟他回答：霍协的前人典范师们，就像霍协的父母。我的父母再好再坏，再丑再不认识字，都是我的父母。他们的不足，我如果是好，就让我来补；我不好，我到哪里也一样。所以，或许感受到，或许告诉这个前人这样，这个前人啊，他很感佩。他说：“难得有这么美丽的孩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前人物理师各位典师领导出来的，在霍协身上看得到相同的，在座各位前人跟霍协也都是一般的，都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团体是一个的，我们就是一个的。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放下自我，那么做一个大团圆、大团结，把心联合在一起，我们的道路是会更宏大，我们的殿堂可以再度的发展的更好，我们的未来是无限的。那么他的成长茁壮，不是前人顾及一个人身上，不是在各位典范师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是在每一个人你说我的身上。因为没有了自己，我们叫谁去做？所以自己就是最好的担当。每一个人自己来担当他。只要他可以，我就可以。或许常常鼓励自己，只要别人做得到的，或许就应该做得到。以前会推辞的，今后不会推辞。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只要大家做得到，或许就做得到。除了体力上不行的，只要不是体力上不行的，在低下的工作，在低下的低薪，只要大家可以的，或许就行。
就是进入真理要合一。如果我们在真理上听这么多，道理上听这么多，如果我们没有把天来的真正实际来实行看看，事实上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宝贵。刚刚要来让或许昨天也算是一通电话来交代布里斯慈悲到或许有30分钟的事情跟各位来分享。或许不敢有第二句话，一句话就说好，因为或许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谁讲的或许不知道了，但是这一句话讲，有命不敢为，无命不敢自尊。或许学到了，或许有机会用，或许就来用用看，要不然或许也担心。第一，塔音讲不好；第二呢，在美国跟美国的整体讲过像比这么大方的还有也有，但是或许一点都没有操心。因为为什么在美国的道情不常听道理，都比较像菜鸟？台湾的道情嘛，常常听道理，都是道理的师傅了。我如果煮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吃呢？实在有困难吧。所以我有担心，但是担心归担心，我说昨天晚上我说老师慈悲，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呢。老师慈悲，给我加油啊！上来我再说了，我也不会讲到，当时把实在的事情做一个报道，对我来讲大概这就讲到，因为在美国成全道歉，我也是不是看书来讲的，我只是把我所学到的，我所知道的给大家做分享，来鼓励大家，成全大家，来见道成道。因为在美国的道路，大家18字满的，只要是在师尊师母引导之下的，大家都共同来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因为到了战场，到了前线呢，就没有我们所谓的师徒领悟了。但是呢，私底下大家心照不宣，个人的单位，个人结束完后还是各就各位，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台湾，大家是多么的幸福啊！如果大家能把这一股的幸福再加以延伸，把修行的力行部分再加以深入，把根扎得更紧，让我们修行来成像一棵大树，像一棵大树。当根扎得很深的时候，枝叶就会很茂盛。枝叶很茂盛的时候，那么有人经过，天气太热，它就会来乘凉。所以，当我们的德性够的时候，人家就靠上来了。你出去无聊讲道，他看到你，会自动来招呼你。那你再跟他谈道吗？在国外度人，目前大概是这个方式，别人看看你，跟你招呼，你就跟他招呼，然后你就把报告给他。所以修道的事情实在是要我们要真正去力行做到，因为要实修才不会再掉下来，要不然听了很多，知道很多，懂了知道了，做了没有深入，串习不够，问题来的时候又再犯了，还是掉下来。所以要实修才有功德。因为6点刚好，或许就把时间在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布里斯给我选这个机会，
谢各位同学，各位弟兄们，大家给我写的宝贵时间一想，谢谢。大道学习。再来呢，就是讲这个山班地理重要道理。因为较早讲呢，咱伫修行的时阵，如果呢受了着这个业道的时阵，往往呢，咱拢会产生了着一种的前变，就是山班地理重要道理。因为咱若修行如意的话，带来大家大细人平安，啊，就趁钱嘛诚实，有可能咱会讲安尼一贯道真正好，这较无用嘛。是用上火注意咱阴暗，佮继续咱准备拜。入社子村所建的圣堂屋顶，过关田大桥，南边向东进来4、5分钟，到了社子村，过南乐高的桥，远远看到了玄元山庄义和圣堂的屋顶。到玄元山庄义和圣堂，就是向这条路正向前进社子村的大庙。从这条路到义和圣堂，请由这个地方进入圣堂。附近就是台南艺术学院，路程差约2分钟。虽然入口比较窄，进去后就变宽了，请一同前进。国立台南艺术学院这个路牌的后面那个就是玄元义和圣堂。